Hello， 大家好，我係港仔，今日就嚟講下台灣網紅陳之漢，即係被稱為館長嘅翻牆言論。翻牆的問題，我這幾天都在聊。根據我的了解，中國根本不禁止翻牆，他們只是要多付一個叫 VPN 的費用。你說大陸人他看不清楚這個世界，他們只聽他們的，沒有，他們這個資訊是很廣泛，所以不會被封。不要。陳之漢出生於1979年原本佢只係經營健身房嘅老闆，但係佢網絡上嘅爆紅令到佢就變成成吉思汗健身俱樂部嘅館長啊。咁佢做 YouTube 嘅特色就係節奏快啦、語言直白啦、情緒真誠啦同埋感言啊。佢以前更加喺直播裏邊高頻率咁樣去評論台灣政治同埋社會議題啦。佢唔理你係咩黨佢都會噴嘅喎。佢反對中國嘅統戰啦，主張台灣主權啦，亦都多次去痛批政府嘅失職嘅。而佢一直主張唔靠政黨、唔靠包裝用草根嘅力量去對抗社會種種嘅唔公平。而呢個一直反共同埋強調台灣國家主權嘅網紅今日就同你講佢要去上海做和平大使促進兩岸嘅交流而佢亦都更加強調去中國用 VPN 係唔犯法嘅，中國係充滿民主同埋自由嘅。而佢今時今日嘅言論同佢以前根本就係360度嘅轉變啊！台灣是獨立的、主權而獨立的國家。我再講一次，台灣是主權而獨立的國家，我是一個堅強的台獨分子，必須守衛台灣，一起抵禦外敵。而好多網民就質疑佢係咪去中國做大外宣呢？而啲網民就當然話佢乃共同埋邏輯性死亡啦。大家可以諗下如果中國想做大外宣去促進兩岸統一嘅話其實陳之漢就係一個非常好嘅人選啦。而我想講其實大家真係唔使質疑你做得和平大使唔係大外宣係乜嘢啊？而佢今次亦都表明佢會24小時直播，同埋所有費用都係由自己嘅荷包出噶，以證明佢係冇幫中共做 show， 同埋係冇收任何嘅金錢噶。如果我將中國比喻成一個企業如果我想揾一個人嚟好好宣傳我個 product 嘅話哇，你話咁嘅人設，咁嘅反差夠唔夠 juicy 呢？一個首屈一指嘅台灣網紅以前就日日反共嘅，仲要連習近平嘅老婆都咁鬧嘅，而今日佢點啊？今日佢就要做太監舐鞋底而佢今次亦都表明佢會24小時直播，同埋所有費用都係由自己嘅荷包出噶，以證明佢係冇幫中共做 show， 同埋係冇收任何嘅金錢噶。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邏輯上嘅錯誤嚟嘅，即係你自己出錢唔代表你冇收錢嘅。同埋大佬你去沖涼去廁所你都唔係直播緊噶，咁唔通你入廁所同習大大 FaceTime， 你又會話我哋知咩？司令喺個屎坑度都能夠見到你，真係開心。希望你哋兩個早日完成任務。知道。即係同埋你24小時直播可以證明到啲乜嘢呢？我就覺得如果你唔影埋個 making of 俾我哋睇其實我哋係冇人會知噶。即係如果唔係身有屎嘅話我好難解釋點解你去上海你要包裝咁多嘢呢？即係我覺得一個網紅好好地去中國旅行係冇乜問題嘅，但係你又要講到自己要24小時直播又要話唔收錢又要話自己係和平大使，咁你好難怪啲網民對你有質疑嘅。而喺出發之前啲記者就問佢啦，喂，你點樣喺中國用 YouTube 嚟直播呢？然後佢就語重心長同啲記者講話佢諗咗幾日原來佢至發覺中國翻牆係唔犯法㗎。佢話只要你肯俾錢買個 VPN 就得㗎啦，翻牆係唔犯法㗎。即係如果你天真到你係借 VPN 可以翻牆呢件事嚟代表中國好民主好自由嘅話咁我覺得你就真係太天真咯。即係如果你想借 VPN 嚟帶出中國係有民主同埋言論自由嘅話，你會唔會太天真呢？如果根據民主指數嘅調查EIU 嘅民主指數喺2024年中國即係得嗰2.11分嘅啫，而排名更加係喺167個國家裏邊，只係排145嘅啫。而喺另一個數據Freedom House 嗰度就表示其實中國喺100分裏邊就係得9分嘅啫，亦都被列為係最唔自由嘅國家之一嘅。誤會咗中國係冇民主自由你仲話自己和平大使？所以講真你 VPN 都好啦，數據已經證明咗你個邏輯係唔啱噶嘛。中國係咪民主我就唔想喺度討論落去啦。但喺中國內地去翻牆係咪犯法呢？只要你在國內使用翻牆軟件，繞開我國的法律管制，瀏覽境外服務器相關網頁內容的行為，都屬於違法行為。法律已經明文規定。
而為咗引證呢件事咧，我就上網睇啦。原來根據咧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嘅第6條同埋第14條啊，先至建立啊同埋使用啊非法定信道進行國際聯網咧，係屬於違法嘅，係可以罰錢啦，佢會停止你嘅聯網啦，會警告你啦，情節嚴重嘅話咧，仲會咧要負上刑事嘅責任㗎。而根據實例啊，就話咧喺2019年7月啊，四川就有網民因為安裝多款嘅 VPN 去訪問咧 YouTube 啦、亞馬遜啦，而被公安咧警告同埋咧處以罰款嘅。而咧講近啲嘅話咧，2024年11月啊，吉林長春嘅網民啊，因為咧使用咧華為手機啊 VPN 翻牆啊，最後咧亦都係俾公安處理嘅，亦都咧罰款咗成600蚊㗎。而講嚴重啲一個個案呢，就係2019年至2020年啊，一個湖北嘅開發者啊，就銷售 VPN 咧而判咧緩刑3年同埋罰款1萬蚊㗎。但係唔係任何人咧用 VPN 翻牆都係犯法嘅呢？其實就唔係㗎喎。喺網上抄資料嗰陣咧，就發覺咧，原來咧中國啊，為咗咧方便一啲咧商人啊嚟到中國咧係可以咧做生意啊，用到 Google 啊，用到 Gmail 啊，用到 YouTube 嘅情況下咧，其實咧只要佢哋肯辦理手續，即係申請啊，咁就可以唔違法嘅。即係簡單啲嚟講咧，就係話咧，你喺中國要用 VPN 翻牆咧，唔係唔得，但係你首先咧要申請同埋得到中國嘅同意，咁你就可以翻牆啦。即係館長，如果你講啲唔講啲嘅話呢，你真係好容易呢去煽動呢中國嘅網民去犯法㗎喎。同埋呢，你所講呢用 VPN 啊可以翻牆呢，就係有民主自由啊，就係有言論自由啊。咁我真係好想問呢，其實點解要翻牆呢？即係館長，你係咪對言論自由呢有啲咩誤會呢？即係喺中國呢，你話講乜都得，但係問題係佢有一埲牆噶嘛，即係你對住埲牆講嘢嘅啫嘛。即係大家知道呢點解嗰埲牆叫防火牆啦？係因為呢中國呢係好保護自己嘅人民噶，外面嘅資訊係好危險嘅，佢係真係會燒埋嚟噶。即係講到依度呢，我都想戴翻個頭盔先啊！即係中國同台灣嘅政治，我就冇乜興趣，我都唔會評論咁多嘅。而中國嘅特色民主自由同西方嘅民主自由呢，原本呢個概念就係唔一樣噶。所以如果你做大外宣，而你硬要呢將中國嘅民主自由同西方嘅民主自由嘅概念呢係睇成一樣嘅話呢，其實係咪有啲唔恰當呢？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幫中國宣傳嘅係冇問題㗎，你咪去體驗下人哋嘅文化啦，做個好好嘅旅遊節目咯，吃喝玩樂咁樣咯。即係中國係有好多好嘢噶嘛，係咪先？即係如果你正常去拍一個旅遊節目嘅話呢，我覺得已經係最好嘅宣傳嚟噶啦。而你自己又要話要做和平大使，又話要促進呢兩岸嘅交流啊，兩岸嘅和平咁樣，咁你唔怪得台灣網民係覺得你有政治目的去做噶嘛？咁如果人哋覺得你有政治目的去做嘢，又點樣可以和平交流、和平相處呢？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為什麼要傷害兩岸的情感？我跟大家講，中國大陸、台灣，那個是妥妥的世界第一啊！不好意思，我們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咬我食咩啊？死啦！企咗出嚟，又企翻入去，咬我食啊！彈出彈入，打我一巴。好啊！即係講到依度呢，我都想同大家討論一下啦。無論係台灣網民又好，香港網民又好，究竟大家真係覺得，如果館長純粹係去中國旅遊，大家都會覺得反感啊？就係大家其實都係因為覺得佢有政治目的去到嗰邊，而大家會覺得反感呢？即係如果撇除咧政治啊、民生啊、人權問題咧去講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好多香港人都唔會否認咧，而家中國咧係發展得好好嘅，即係無論佢哋嘅科技啦、佢哋嘅交通啦、佢哋嘅建築物啦，其實都係真係有板有眼嘅。其實大家睇下數據就知㗎啦。而家每逢呢啲假期咧，香港人咧上大陸啊吃喝玩樂咧，已經咧漸漸成為一種習慣。所以今次咧，館長咧宣布去上海咧，引起咁大個迴響。其實咧，大家要諗下，究竟係咪真係咧？台灣網民想知道嘅係中國有幾好或者幾差呢？其實我覺得唔係嘅。其實佢哋關注緊嘅一定係政治同埋民生嘅問題嘅。所以館長你去上海睇科技、睇建築物，係咪真係可以促進兩岸嘅和平呢？促進兩岸嘅交流呢？咁我就真係有一個疑問啦。咁我唔知咧，大家網民點睇啦？如果大家有意見嘅話咧，都可以喺下面留言嘅。今集就係講住咁多先，大家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撳隔離個鐘仔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